希伯來書第11章論信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，是未見之事的確據。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。我們因着信，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，這樣所看見的，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。亞伯因着信獻祭與神，比該隱所獻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，就是神指他禮物作的見證。他雖然死了，卻因這信仍舊說話。以諾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於見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經得了神喜悅他的明證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悅，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，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。挪亞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，動了敬畏的心，預備了一隻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。亞伯拉罕因着信，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裏去，他因着信，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，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，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、雅各一樣，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。因着信，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，還能懷孕，因他以為那應許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從一個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孫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樣眾多，海邊的沙那樣無數。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並沒有得着所應許的，卻從遠處望見，且歡喜迎接，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。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，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，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，並不以為恥，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。亞伯拉罕因着信，被試驗的時候，就把以撒獻上，這便是那歡喜領受應許的，將自己獨生的兒子獻上。論到這兒子，曾有話說，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。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裏復活，他也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。以撒因着信，就指着將來的事給雅各、以掃祝福。雅各因着信，臨死的時候，給約瑟的兩個兒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頭敬拜神。約瑟因着信，臨終的時候，提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，並為自己的骸骨留下遺命。摩西生下來，他的父母見他是個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，把他藏了3個月，並不怕王命。摩西因着信，長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，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。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。他因着信，就離開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為他心忍耐，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。他因着信，就守逾越節，行灑血的禮，免得那滅長子的臨近以色列人。他們因着信，過紅海如行乾地，埃及人試着要過去，就被吞滅了。以色列人因着信，圍繞耶利哥城7日，城牆就倒塌了。妓女喇合因着信，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，就不與那些不順從的人一同滅亡。我又何必再說呢？若要一一細閱，基甸、巴拉、參孫、耶弗他、大衛、撒母耳和眾先知的事，時候就不夠了。他們因着信，制服了敵國，行了公義，得了應許，堵了獅子的口，滅了烈火的猛勢。
脫了刀劍的鋒刃，軟弱變為剛強，爭戰顯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軍。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，又有人忍受嚴刑，不肯苟且得釋放，為要得着更美的復活。又有人忍受戲弄、鞭打、捆鎖、監禁、各等的磨練，被石頭打死，被鋸計死，受試探，被刀殺，披着綿羊、山羊的皮各處奔跑，受窮乏、患難、苦害，在曠野、山嶺、山洞、地穴，漂流無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，卻仍未得着所應許的，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，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靈修主題：信心的榜樣與堅定的信靠。經文重點：希伯來書第11章。信心的定義：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實底，是未見之事的確據。這段經文為整章奠定了基礎，讓我們明白信心的重要性，以及它如何在我們的生活中發揮作用。信心的榜樣這一部分列舉了許多信心的英雄，包括亞伯、挪亞、亞伯拉罕、摩西等人。他們因信心而行動，雖然未必看見應許的成就，但他們相信神的應許並堅持到底。這些榜樣提醒我們，在面對困難和挑戰時，信心是我們最重要的資源。亞伯因住信心獻上更美的祭物，挪亞因住信心建造方舟，拯救了他的家人。亞伯拉罕因住信心順從神的呼召，離開故鄉，追求神所應許的產業。摩西因住信心拒絕法老的宮廷生活，選擇與神的百姓同行。信心的試煉，這段經文記載了許多信心的英雄所面對的試煉與困難。有些人因信心獲得勝利，有些人卻遭受逼迫與苦難，然而他們都堅定不移。這提醒我們，信心並不保證生活中的一切順利，但它使我們在困難中依然能夠堅持。信心的結局，這裡指出，這些信心的英雄雖然未能在今生完全得住應許，但他們的信心仍然是有意義的，因為神為他們預備了更美的事物。這讓我們對未來充滿盼望，堅信神的應許必將實現。禱告：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賜予我們信心，讓我們能夠在生活中依靠你。求你幫助我們學習信心的榜樣，無論面對何種挑戰，都能堅定不移地跟隨你。行動：在日常生活中尋找一個機會，像信心的英雄一樣勇敢面對挑戰，並在行動中彰顯出對神的信靠。願希伯來書第11章激勵我們在信仰中不斷成長，並在困難中堅持信心，活出對神的忠誠與盼望。